乡亲啊，假使咱咧种植的田来种植水蛭、菱角鸟、食掉农作物，也则是有就好出入，驾走咱所饲的鸡鸭，你会安怎做呢？这是真侪农民所拄到的难题。保护特别长种的动物，甲保护因的栖息地，农民是第一线的关键。像伫咧高雄的美浓，就一对翁某以友善的农法，互菱角鸟伫咧野莲田中来做收，顺利生产后一代。苗栗岛南毛生态农场的主人成立顺收队，主动来保育就好。这群朋友是安怎来守护人甲野生动物共享的浅山的环境？做伙来看。你如果是做友善的，它的皮肤不漂亮。多一个栖地真的是多一份保障。怎么样让水蛭的繁殖跟野莲蓉的生产可以达到互相平衡？还水蛭一块很久以前被我们人类拿去的环境。我们这样子做是对的哦，你还会来跟我们共生共存哦。成群飞来飞去，那如果变成下雨，那不是很感动？穿一束优雅礼服的菱角鸟，热海角仔骄傲伫咧美浓湖，菱角鸟互有工课站的知影池，演一个无患父亲的角色，真责任来生产后一代。啊，那因的囡仔嘛勇敢小耍，为两脚出世。一切都负责菱角鸟，苦有食物，都是因上喜意的。美浓在地人刘孝新和黄小梅翁仔某，伫咧2007年提出部分的退休金，为一块棚园地，到处展开菱角鸟的栖地营造计划。这一块地，它原来是杂草丛生，非常的低洼，而且它跟湖水是相通的。2017年的5月20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巢位，那在巢位上已经有第一窝水蛭的蛋。2020年，美浓湖4棵有野环境，拢总40只打出世菱角鸟囝，其中2收母的鸟仔选择挖进野莲产生卵。今年就有2窝在我的野莲田里面，它繁殖都是4只，母的是生蛋完了它就走了。那时候我就想要赶走啊，因为有蛋到孵出那水蛭。要23天，学会飞50天，你这样有70天，我将近一季没有动。美浓菜市产销第18班班长李焕生，因为买鸟仔做收，互因减少一期的收成，所以嘛对濒危物种有更较深和进一步的熟悉。那时候我们不晓得那个叫做水蛭啊，一份地的话就2500万，你给他算一下，损失很大。所以我们最不喜欢它在我们那里。你有看到那一只白冠鸡吗？在我们12点钟方向。高雄市野鸟协会伫咧2021年领用美浓的台湾栖地，替菱角鸟自由活动的场域提供另外一种选择。因为水蛭长得非常漂亮嘛，是一个明星物种。那营造水蛭栖地，然后让水蛭除了有一块私有土地上的栖地以外，还有一块公有土地上的湿地。那一方面是可以让水蛭一直留在美浓，让乡亲们更容易看到这个保育类野生动物美丽的身影以外，它也等于是还水蛭一块很久以前被我们人类拿去的环境。逐工透早，印度荇菜小白花开花，日头提供水叶充足养分，田鸡仔、菱角鸟轻松伫咧食堂散步，找找家己上爱食的菜，好好来食一顿饱。进水蛭它所需要的栖地，就是在平原上的湖沼生态系哦，那就是最容易被我们人拿来利用的空间。嘿，那再加上现在林农老化啦、农药污染啦，然后等等的影响之下，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再继续的投入。美浓湖附近的菱角鸟数量为2007年的14只，逐年开始增加，今麦看到的数量达到62只。护栖地保水蛭，美浓地区的野莲农和高雄鸟会及在地的保育工作者，大家透过多方合作，来共同维护人与里山动物之间的友好关系。
过去伫咧台湾各地边缘湿地，拢有菱角鸟出现的影。随农业使用，农地变建地。到1990年代，港村超50只。20多年来，透过民间和公部门作为保育，伫咧2021年寒天记录到2252只，伫咧产地活动的身影。最近呢，就发现这一批比较早回来，可是有一批10几只、20只都到5点半，我们都点不到名。早上早点名的时候就发现，他们都有回来睡觉。对，所以现在有2个栖地，很棒。多一个栖地真的是多一份保障。现在有看到这一只，这可能是今年我们繁殖，就是今年生的小 baby。你可以看它的胸前，如果比较黑的哦，它就是成鸟；那如果比较白，然后头红红的那个就是幼鸟。我们要采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喷了，所以很会鸡虫虫在那里吃，它会吃虫虫。我农夫的观点的话，你来除草，我浪费一个，我够巴豆都无啊，那可能讲可以除草，让一起没有种呢，你补贴的根本就不够啊。从一开始那个农夫他们就，会对所有进到田里面的鸟都很反感。那时候我根本就不晓得是水质啊，鸟就危害我们的作物啊，我们就会用鞭炮去驱赶。现在每一种鸟我都是很少要去赶它的，因为要怎么办？如果家嘛没生活呀。我以后我退休了，我没有种野莲的话，我想要当鸟协会的志工。渐渐的可以接受水蛭是在帮他们除虫，只是除虫的过程中不小心会折断一些野莲的叶子，造成一些损失。首要就是先让野莲可以跟水蛭友善挂在一起，就是学习关田那里的菱角产业嘛，也可以有个友善水蛭野莲诞生。或许有机会可以让水蛭替野莲代言，让水蛭来服务在地人。我们这就是产业道路，专门载水果的产业道路。苗栗岛内的环境洞和陈菊英翁仔某30多年来，头尾坚持友善农法来种植果树。这就是我们果园。我们的果园，我们的芭乐，那套袋。因为那个毒药很毒啊。我们的芭乐是你如果是做友善的，它的皮肤不漂亮。就这样丑丑的。对啊，不过现在的人还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丑丑的。直到这几年，因才发现果种园内底有真侪只野生动物会来斗捧场。原来暗暝日时拢照好出现身影。要选那个换电池。我们往上走，跟我走。太好吃了，麻辣。典型浅山地形，加上市街市鸭，等于体质好，拍开美食餐厅大门。有没有电啊？应该还有吧。我们把电池换一换，好，再重新开机，再放回去。为了了解果园生态究竟会有哪些动物来这里走动，部分农民在农田里面装设了自动照相机，就能发现里山动物在这里活动的足迹。这就是穿山甲的窝，它是一直找，一直往里面挖，看有没有蚂蚁可以吃。苗栗一直是一个好重要活动的所在。2009年有学者保守推估，全台湾可能港村300到500只。彻底开发受到人为破坏和环境的压力，将这影响族群数量关键。这个要上
上锁是？要上锁，他怕人家偷，因为之前有很多被偷。好 ，OK 了，就是完成一个。我们一天要换4个，很常拍到15、3枪。这里。哦，看到了。有3枪的便便哦，3枪下来，我们把它原吃草哦。常常在整理的时候就会发现到哈。对，我们整理的时候就发现到喽。就发现到，直到有3枪才知道说，那就会注意的看。这个是我们食物协会帮我们做的，围这个鸡舍的这个铁网，鸡被吃掉了，鸡被吃掉有拍到，也拍到15叼着鸡走。奇怪，我们鸡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人家问我们说，你的火鸡怎么没有叫了？我说我们2个才发现说，是哦，我们的公鸡什么时候不见了？有一天他就一次吃了2、3只，哎，干嘛要来我们这边这个领域，对，来破坏我们的东西，我们的食物那些，我们也没辙啊。小说检超30只的家禽，才发现凶手就是石虎。阿丹局长嘛以农民的身份，领到头1份的生态薪水。我们一向都是做草生栽培，只是不知道我们的动物有那么多而已。至少他们的补贴，他的奖励给我们一些鼓励。我们这样子做是对的哦，你还会来跟我们共生共存哦。家条经过补强，招好别个农民来，因为认同保育的重要性，因招社区成立巡守队来守护浅山环境。比较麻烦就是每个月要去换电池、换记忆卡。刚开始的时候很紧张，不知道怎么换，不是记忆卡掉了，就是电池掉了。林务局为2002年推展14个濒危物种和重要栖地生态服务给付，包括农地优先、生态通报、自主巡护等等，内容得到3000到600的奖励。山城内底做产任务，今麦阁加1份责任和使命感。你看到哦哟，还有看到一只那白色的石虎哎，他们说变种石虎。我每次看到的时候，我就跟我老公讲，你看他们的那个生态有够丰富，我们还输他们一截哦。农民优先对待，带伫咧残酷濒危生物和农产对咧减少，现实内底可能会面对碳无够开问题。要一亏本就要1-20万，哪有可能的事情？你要怎样说服？很简单啊，你补偿补到1-20万，它就可以了。通案它没有办法是等于是大开支票，让大家接触入门之后，我们找出这些有心农民他们遇到的问题，他们遇到的样态，这样我们才可以去把一些制度的层次设计得更清楚。农业生产者和在地民众为善的角度出发，将做代替全民管理土地、栖地守护者。今年我们水质遇到的是2位好人，但是不见得所有的野莲农都有这样的想法。水质也是会危害我们啊，但是他讲的保育类的，我们就说慢慢的接受它了。怎么样让水质的繁殖跟野莲农的生产可以达到互相平衡？栖地的环境、水生植物环境营造好的话，繁殖的成功率就会很大。那野莲田就在旁边，步道的旁边，然后都在这里飞来飞去，就像现在这样，它就成群飞来飞去。那如果变成下雨，那不是很感动？人类和野生动物的良性交流，透过生态奖励，加强对濒危物种的保护力。未来若互相共好，期待友善环境，明仔载会更加好。